晚上好。我们在这里就是也是一些年轻人，然后身边现在许多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佛法也有了兴趣。但是就是尤其是像我回到上海之后，发现一些年轻人也面对很多压力，就像工作在社会中的压力，还有许多家庭，嗯。然后他们也没有很多的时间有时间来修持佛法，嗯也没有这个自由，就是时间不是很自由。因此就是我们大家就在这里想谈一下，想请堪布谈一下，怎么用佛法来去解决我们呃年轻人一些生活中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荣松佛教频道里面去探讨一下那个大家有的问题。嗯，哦，接下来就请Vicky 来说一下他的问题。谢谢康婷。我今天其实有几个问题吧，有一个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有一个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从康普，你觉得复杂一点还是简单一点的开始呢？你建议都 OK 吗？都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差。那我就第一个问题是简单一点的一个，就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我觉得我自己体验的一种感受就是攀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比较，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受的很高等的教育，然后毕业后就一定要有比较好的工作，然后特别我觉得在澳洲吧，我们年轻人我们都比较 lucky，我们工资都挺高的，然后很多福利，对吧？我们假期也很多，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作为年轻人，我们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总是有点攀比的。那你觉得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或来看，你会对攀比这个东西怎么看待，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年轻人呢？谢谢康普。嗯，我现在再反过来问你讲，你说的这个攀比这两个字，在你自己的这个概念里，具体它出现的这个方式，或者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怎么出现的？你觉得这个攀比就变成了你的生活中的一个困惑或障碍的时候，到底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你可不可以你是再多说哦，一遍这个攀比？我可以给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大家都能，那年轻人都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手机上，我们有 social media，然后我们用 Instagram 或者朋友圈也好，然后你会在上面看到很多其他人的生活，对吧？我妹妹也是，我们有差10岁，但是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对吧？她现在也刚开始工作，我也工作了10年，但你比如说你在电话上面你在看别人的生活或者别人的工作，别人嗯，女孩子吧，也有很多攀比的地方，嗯，不管是奢侈的还是什么的，嗯。都会有攀比。也许这个是我感受到比较多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会受到。就比如说你天天在手机上刷刷刷，看别人，你总是会产生一种很比较深刻的一种怎就是么说？他的生活，他的拥有的是最好，或者自己有一点点还是就是有点比不上的感觉。对，但我想说的也是，因为我现在信佛了，我会提醒我自己，不要去攀比，不要这样子。
但还是很难，还是很难，所以就想听听康普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用词就是每个用词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定义，明白吗？比如说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攀缘，它意思所愿。攀缘的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执着，但是它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就是非常强烈的。我曾经想过佛教里面的这个攀缘，如果在生活当中的一般的一个用词来替代的话，应该是上瘾啊。你对某种东西和事情的这种执着和一种比较，它就是不只是一个心理上觉得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就是已经就是这个东西牵连了你的一切，然后就是完全失去你这个正常的这个自然的一个心态的这个对待的这种能力，这个是比较非常负面的，相对来讲的话呢啊。但是攀比呢，其实有时候是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我不认为是它非常负面。而且年轻人刚刚学佛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能有攀比，这个是做不到的。但是这种攀比有两种，明白吗？攀比变成嫉妒心，那就是不好的。那个确实有，比如说你攀比，因为这是一种盼望和比较，然后你想提升自己，你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但是你的前提是什么呢？靠你自己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动力，自己的一个就是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就是你自己生活上就是各方面就可以提升的，就是一种竞争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呢，一般年轻人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学佛和没有学佛的人都，我觉得可以拥有的一个态度，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当你竞争的时候，你要不能用非正当的手段，就是伤害他人的，或者那种比如说抢啊、夺啊、害啊，类似这种比较不合法、不如法、不如理。佛教里面用两个用词吧，那就是比较正当的，你就是非常就是努力的、辛辛苦苦的，靠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和那个能力来，然后就是赚钱。你自己变成有钱，而且合法的，你就是在这个国家的法律的这个，就是或者这个良性商业，你没有任何对其他人没有做一个对不起的事情，然后就是你就是觉得他也有房子，我也想要有房子，那我自己也要买得起房子，这种呢，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当然，如果是出家人啊，修行很好的人呢，他们说要知足常乐，就是有一种更高的一个修行的目标去说的话呢，他们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的，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嘛啊，就是你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哪一个更划算？这个是你自己认知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总的来讲的话呢，你一般的这种攀比心，但是这个攀比心呢，当然我知道它也有一种负面，比如说你明明就是有很好的你的穿的东西，你明明也自己很好，但是你自己这个好的也看不到。我们以前传统有一个说法，外来的和尚最念诵经啊，还有什么他乡的月亮最大，那都是一种人的心理的一个想法的一个，就是当时你自己没有珍惜自己的拥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自己的拥有，没有认真的去看待自己的拥有，然后就没有理由的和不客观的，然后觉得啊他的最好，
那其实这个是不好的。这个不用说是佛法的角度，一般生活来讲的话呢，这样是心态呢，确实要调整。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就从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我老公他会很排斥这种就是刷电话什么的，所以他完全删掉了。这是他就是对于这种问题的一种做法。然后我不太同意，我说你删掉不代表你没有这种想法，对吧？或者所以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就是因为我也考虑过，那我是不是该把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删掉，以后再也不看了？我觉得好像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是在网上，然后很多我们的朋友都是在网上，所以这样对我们的朋友也不是很方便。对，其实呢，我觉得啊，如果你有一些现在我们也都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话，大家都知道这边的一些洋人呐，他们呢，其实我现在所在的这个 Blue Mountain 的，尤其是这边的人都年纪也比较大，他们就是只有电话或者疫苗，不喜欢这些，明白吗？有的，但是这个要看情况。你觉得为了避免产生这些，然后就是直接就是关掉这些的话，那就是真的是不是你的工作上一些必要的这种人际关系或者一些朋友、亲朋好友之间的一些交流啊等等，是不是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麻烦？那就是要考虑。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呢，对我来讲的话呢，这个手机是我的道场，我的办公室，也是我和这个家人呢，就是远近的这些朋友联络的。我也是一个修行的时候，我就是也是一个我的一个乐趣。所以我会，如果我在闭关的时候可以，其他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善用应用，明白吗？任何东西它有负面和正面的两个作用嘛。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就不在一起的，然后就是在这个 zone 里面一起能够讨论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和佛法，因为这个是我们网际网络互联网的一个优点。所以就是你要看，你就是切断了这些关系，你暂时可以就不去烦恼，也许是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佛法呢讲究要烦恼要断除它的根，而不是使用那个蒙蔽眼睛就不看就没事，不是这样。对，所以呢，你对这个要看法的态度要有一个改变呐。这我觉得是重点。谢谢。那我说简单一点，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都不是信佛，还有不是信教，对，但是他们都很不开心，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就是帮他们，就用佛法的角度是怎么帮他们，对。因为呢，传统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我们以前的这种朋友的话呢，彼此之间可以分享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是很迷茫，其实他们也就是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或者这个失去方向的那种，有一个迷茫和一些心理上的一个，比如说你就是我读书的目的到底在哪里？我读书了最后然后呢？或者我就是我就是以后，他很多的未来是他们是就是有点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他们就是空在一种未知和这个恐惧的一些状态。但是另一个呢，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明白吗？也是觉得他们说宗教啊什么呀那个这个你建议，他们可能又是开始会反驳，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主张。
和立场。嗯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末法时代，末法时代就是很多每个人的这些思想啊各方面就变得非常复杂，就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很复杂，那复杂的时候你也不好跟他们就是用你的这个佛法的态度直接要交流是有难度的，明白吗？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其实是你身为一个佛弟子，其实你要有自己的这个对信仰要有自信。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教徒啊，他们其实是这个年轻人呢，他们非常主动，然后就是非常认真非常热情的告诉其他人说，哎，这样好那样好，可是他们给出他们的建议，你为什么不可以，明白吗？那这个前提呢，可能你自己也稍微有一点点好像这个生活相关的这个佛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基础的大家有学的这个如菩萨行论嘛啊，这个里面的菩提心啊、爱、慈悲心有多大的一个功德，不是说功德，有对这个人生有多大的一个帮助，明白吗？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觉得这个离生活最近的一些佛法的一些简单的书啊，一些上师的一些开示啊等等，然后你就是分享给他们。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一个人问问题啊，他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看我怎么办，我就是没有觉得我说的很特别，我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智慧的开始，我完全不认为。但是呢，我也还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帮到他，然后我就是想到什么，就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说一下佛法的东西。他就对他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挺大的事情，因为我有时候我们人呢，就是一个他自己是一个比较就是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给他们一点点的一个建议，可能会就是好像点燃一个火一样的，它起到很大的作用和启发，可能会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也说不定，明白吗？所以这种时候呢，你就是自己要有一个，比如说你当老师，你要自己要有读书嘛，一样的，你也自己有一点点的这种佛法，你这是皈依和信佛，我信佛啊，我相信佛，这个是不够的。如果你要帮助你身边的其他人，只是要一个分享你自己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的话呢，主要是你也要了解，多少要了解一点点，这样你自然而然，然后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要应用，然后你用到的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分享给其他人，其实是有很大帮助。但是完全100%能不能所有人帮助到所有人，我们作为这个干部啊、师傅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没办法帮到所有人，因为他们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气，这有些人听不进去的，明白吗？比如说我们今天开了一个店啊，里面都是放好东西，但是有些人看都不看，有些人很远的地方就过来就要买，这就是个人的因缘。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帮助我是第一个用佛法的。第二个呢，有时候你自己很主动的这种一个善念，你内心有发自内心的一个好心去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行动和你的态度是很大的一个力量。他们会觉得，怎么他会是这样的，明白吗？明白。然后就是慢慢感染到其他的这个身边的人，影响到他们，这是个行为的感染是很棒的一个修行的证明啊，是吧？就是有些朋友就是很怕佛法，还有 Buddhism，就是排斥 in general， 就是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明白吧？有些觉得要学佛法，好像要非常怎么说一个简朴的一个生活，或者一个非常跟人群完全离开的，没有任何的乐趣这种的一个生活，或者甚至要剃头出家这样的概念，明白吗？这是一个错误的影响。
嗯宗萨仁波切说：“哦，你是这个杀人放火的一个，就是全社会公认的一个坏人，假设啊，但是你也可以信佛。但是你信佛不等于是你坏人，不是做坏事，不是坏事啊。但是呢，基本你信佛的权利是有的。另一个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皈依三宝，比如说那个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迷信叫什么？杨什么杨？王菲吗？是，也是王菲，他们也是，就是王菲也是有一个，杨幂还是杨幂？呀，我忘记了，一个女的啊，就是她是就是受达吉堪波他们的这个菩提协会，他们都有参加过志工啊。当然，你看他们都有就是这个一个上亿人的这种追随的这种流行的这种一些言语和这些，那他也是，我不是说他的修行很好，我不是这样个意思啊，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最起码他是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皈依三宝的一个佛弟子，明白吗？但是他也可以做他的形象的想做什么，就社会上赚钱也好，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他可以做嘛。所以我们也可以有时候你跟他说，就是他们可以他们的偶像里面，你觉得有没有很虔诚的佛教徒，或者他们很熟悉的这些这个明星啊，一些社会各大人物当中，哎，你看呢，学佛和这个一些自己生活是不矛盾的，他们也是学佛，他们也有拜上师，他们也有这个修行，他们也经常带念珠。我们立林记啊，那些是这个刘德华，那这些是不用说了啊，他们真的是很虔诚的那种啊，所以其实他们也是这个社会上又地位又成就的人，明白吗？所以呢，你要证明的并不是说是我们佛教徒都要很特别的要去要崇拜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很多人崇拜，很多人心目当中年轻的，他们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这些成功的人也有学佛嘛，就是这个可能是很俗气的一个辩论的方式，但是很有用的，因为他们能接受这个逻辑嘛，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基本你学佛信佛，这个帮助到你的生活，但是你想追求任何世间的名利，只要是就是如理如法就可以了。而且你比较具体的说，比如说像宗萨仁波切有很好的一个就是有些开始嘛，就是所以或者有时候呢觉得离生活好像很近的，好像没有这个距离感的有一些佛法的开始或音频或介绍或然后给他们看，你看啊，这个佛教就是还是很生活的，就是很贴切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信仰，它是一个智慧。就是佛教里面呢，主要完全最终并不是说它的穿着和一定要有怎么样的，不是这样的，而只是我们学它里面的智慧和慈悲就可以了。好，谢谢康峰。一位应该是康婷。对啊，你可以说。然后康布就是我可以问了是吧？当然可以。我的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像就是怎么把修行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对，也是就是从澳洲读完书回到上海之后，发现就是自己容易被一些很多东西所限制，所以我就但这些限制可能来自于一个就是你身边有很多有像有学佛的，你有不学佛的，然后可能你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对我来说就是怎么把生活跟修行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就是自己的一个节奏去在就是修行中，就是有个自己的节奏去那个慢慢的把它融入到生活里。
刚听你的这个问的问题和刚刚乐乐的其实也是基本上是相通的，这是一个我至少可以说是这是一个同一个脉络。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些人排斥佛教，对对对，但是他排斥佛教，并不是他们并不会认为是说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佛教的教理哪一定就是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是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排斥佛教，明白吗？而且实际上的非常多的这些科学家，尤其是西方的那种哲学家、科学家，也有这个知识的。现在就是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现象是，这些知识分子是特别这个喜欢这个佛法的。确实有这个。这个过去有几年呢，特别这个西方的这些科学家，有这个特别有这个怎么说呢？学术界著名的这些很多，他们就开始谈论佛法。但是为什么年轻人觉得呢？他们觉得可能是这个学佛的这个印象，可能是停留在那种电视里面看到的这些喇嘛、和尚啊，明白吗 ？OK， 就是这样啊。所以，比如说我去这个有一次我去这个荷兰。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藏人，他说他去学校的时候呢，因为他是面孔是亚洲人嘛，然后呢，他这个洋人呢，他荷兰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小朋友本身其实可能10几岁的那种，他看过这个功夫，就是那个成龙啊，那个李连杰他们的，然后他以为所有人都会功夫，所以他说你会不会功夫？他说会啊，就这样，他就开始害怕，知道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有这种现在这个电视啊，这个电影啊，一些书啊这种的影响，然后就是可能会这个学佛是好像离生活很远的一个放弃所有生活，然后要再去特定的一个地方去修的那个概念。所以呢，你的也是一样的，你就是觉得。那如果你现在先有自己的这个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生活，又是可以不离佛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说完全有这个方法，明白吗？这个并不是说我想出来的，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且有时候刚刚学佛的人，也对学佛的认知，也就是停留在这个一些初学的阶段的人，他们对这个佛法的认知呢，就是比较容易有错误的见解。所以呢，他们说这个不信，那个信，他们觉得特别。有时候我在道场里面看到有些上师没有说什么，但是下面的这些师兄们呢，他们就是又是热情，但是呢，比如说今天一个人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法会或者这个道场来朝那个来这个道场。然后呢，就是可能会他们说这个这个就是你这个拿错了，这个拿的方式不对了，你看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会开始讲，然后就是刚刚进来的那个人就开始会就是紧张，然后下次也不敢来。明白吗？这种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带领的方式。第一个方法上的错误，第二个呢，本身理解上也其实是佛法并没有说是绝对怎么样。因为佛法真正的要修你自己的心啊，任何方式能够帮助到你的生活和这个内心，这是重点。宗喀仁波切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的上师丁果法王，他有时候很严，做一些这个法会的时候，一些多玛法器啊，他有非常高的一个严格的要求。他修法的时候。但是有时候呢，他坐火车到一个火车站，他只是找到就是一个，也就是水果或者就是一瓶那种一个公杯的这个水酒，他可以修他该修的所有的这个法。
意思就是佛法是很有弹性的，明白吗？根据你的生活，我也说有一些年轻人就是我们这边学佛的，比如说他有些是他可以家里允许有佛堂，经济条件可以，其实是可以买很好的这个佛像，很大的堂卡可以。有些人呢家里不喜欢，你这个学佛，那就是你要躲躲藏藏可以。你的方式，有些人呢，你在学生的宿舍可能是没有，你电脑旁边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释迦牟尼佛，我就可以拿。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东西放在你的旁边，你每天早上可能会供一杯水，非常圆满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形式上的东西呢，本来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准，内心是最重要的。但是你居住条件的时候，你不能说内心很重要，这些不重要，又不能变成用来做一个借口，明白吗？但是实际上你的这个生活，有时候就是我现在第一个讲的是，这是一个我们说的佛法的依规方面来讲，就是你可以很简单的方式去修，也可以。第二个，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没有错，你这个工作的态度啊，上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各方面用一些佛法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能不能融入在生活当中，明白吗？那这样来，然后就是你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方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84000个法门呢？因为每个人的习气根器，然后就是状况不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开了84000个不同方法，等于并不是说全部都要走一样的一个路，但是最终目标是一样，核心的这个你第三宝的虔诚，然后就是这个你这个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和智慧，这就是重点。是吧？我想问一下乐乐啊，比如说你刚刚说这个，你旁边的这些年轻人有时候某种程度上排斥这个佛教，然后就是也就是这样。那我刚刚这些建议，比如说假设你以后这里面的有时候可能会你觉得用得上吗？你觉得还是难，还是有帮助吗？你不要说是我说这个还有帮助，不是这样。这个实际上你自己经过你自己的消化和整理之后，明白吗？好像是也许可以，有没有这样想法？因为很多就是你越跟你朋友交流，你越跟他们想的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信佛法的朋友，我就自己信心会有点很难maintain，对，保持，对，保持，对，是，所以我跟 Campbell 每2个礼拜的那个课真的很帮助我，还有我自己也有一个小的佛在家里，对，因为学生的生活都是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在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已经非常好的，明白吗？就是这个环境啊，各方面什么样的意义，主要是佛在心中。我们自古以来有这样的说法，但不是嘴巴上说的，实际上真正的佛在内心当中。但是第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呢，就像我们这句话，为什么自己的一个最爱的人的一些照片也可能会在家里，明白吗？无论是你的男朋友也好，那种什么父母也好，也是这样，任何的。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个，你和他的之间的这种情感啊，各方面的有一个流动嘛，那佛法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靠这个外在的这个佛像，但是最终呢，就是要培养自己内心的佛。所以就是这个内心的佛，真正的呢，就是要透过学习啊。
所以你就是能够自己吸收学了越多，但是也并不是说完全你要学习太多佛经，不是这个意思啊。又不要年轻人开始那怎么办？不是这样，只是就像针对性的。你自己要想找哪一个工作，你这一门的可能会要一个基本的知识，这个是必须的嘛。那学佛也是，你不用学太多理论的东西没有关系，但是生活当中能够用到的基本的这个佛法的知识肯定要学。那学好了之后，这个不是只是当做一个知识，而且当做一个生命的一个你自己生活和生命改变的一个教育。佛法本身也是这个教育的概念，你知道吗？甚至释迦牟尼佛有时候是不太谈这个知识的东西，他不喜欢单一谈用从知识的角度谈这个佛法。所以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一个人来到佛陀的面前，然后问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释迦牟尼佛说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无关紧要，跟生死没有关系，跟你的生活没有关系，就这样。然后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一个人中那个1400箭的那个中了，然后就是很痛，可能会开始会感染，那个有毒嘛。然后呢，你要开始想，哎，这个是谁是的啊？是不是一个年轻人，还是一个老人家？还是说从东边还是西边，你要思考这个，还是要想办法赶快要拔掉，还要想办法急救自己。他说这个佛法是用来就是要作为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教育，而并不是说衍生出太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这个呢，年轻人可以选比较简略精要的一个东西，但是还是要学习的话，那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对。那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Vicky， 我有一个问题，但是比较复杂，我刚刚还在想，就是怎么去表达这个问题。我就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吧，就是最近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比如说在工作上，被领导，跟领导有一些矛盾，然后是，怎么说呢？有时候觉得自己太容易被人欺负了，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好像是把别人看得太好了。也许问题，我最近一直在参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把别人看得太好了？我就在想，就是从佛教的角度来有很多层面的，其实，佛教是如何看待，就是你本身是比较善良的看待问题，看到人，就比如说是从零开始，你是把所有东西都看得比较好的，这个是错的吗？就是这个是不是不现实？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怎么去对于佛教来说，什么是属于真正的在现代社会里真正的怎么说啊？哎，我表达不是很明确，但是对，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看待别人或者问题的一个态度。我最近觉得我是不是要改变这个态度？因为我觉得很多问题让我觉得，我是不是要把别人看得不要那么好？是不是要多就是现实一点？是，不知道，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啊，完全明白，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呢，毕竟是在澳大利亚长大，教育毕竟就是这个英文教育，毕竟，
就是这个，你觉得自己觉得呢？用中文表达好像没有清楚，其实是很清楚的，真的啊。所以我用英文也表达不清楚，说真的。是吗？那个呢，就是可能会不知道啊。我觉得啊，根据我的理解啊，对你的这个问题，你人都看成善良、好的，那个可能是不切实际呀，我只能这样说啊。为什么呢？比如说你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晚上我知道堪培拉就是这个几乎没有什么人的嘛，这个出门就是人，然后一个人在街头，那就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男生说啊，我可以就是你可以我坐我的车啊，我可以把你送到这个你的门口啊，你可以觉得他是完全是好人吗？不行嘛，对，你是问我吗？你可以那个，有可能，真的，他有可能。没有没有，他有可能是坏人，有可能是好人。你一个人，比如说我是驾驶嘛，你在那个路边，然后就是又是陌生呐、又是一个男人呐、又是这个天黑了，明白吗？这是一个很生活里面的本来基本的，所以你可能会对他有一种应该有保留一个觉得他有可能，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们传统的中文里面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一个原则。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我觉得在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你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比如说你跟你的同事，平时80%或者90%的时间，你们都会很友好，因为没有出现什么矛盾。但是我最近发现，一出了矛盾，你就看出来别人的真相，是，对不对？那在这90%的时候，我是好像把这个人或者很多人都或者很多问题，都看得很美好。也许我觉得我最近有这个发现，然后当我发现，诶，其实这个人的真相出现了，我会很失望、很难过，因为我以为的啊、不是真相。对，嗯这个就是其实是你的原本的态度有问题的。嗯对，我现在这样说啊，是不是？为什么呢？你一开始本来就是人看的比较太完美的时候，明白吗？对，那一出现这个一个变化的时候，你就在心里就是打击也大，然后整个就可能会觉得很黑。其实这两个都是比较偏激的看法。嗯一开始本来也不应该，你觉得都是很好很完美，这种很单纯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这样的。是，但是呢，一个人的问题你发现的时候，你本来不应该完全否定他，因为他也不是完全100%的坏人，嗯有坏的这个一面的一个，这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有做错的，有心理上或说法上，他有一些黑暗的一面，明白吗？我们说为什么经常说一面呢？就是也有一个，比较善良和好的一面，明白吗？但是当你开始发现他的这个一面的时候，你要就是有一个警惕，或者就是 OK，那我就是现在呢这个说法、做法、态度、相处，可能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确实这个想法上呢，就是要换一个角度去看。那这个你觉得是我是不是变得很复杂了？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我经常是这样的，我个人是这样的。我其实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这些想法的后面的一些有的没有的，其实我能够看得出来，明白吗？有时候，但是呢，我会
评估说他是不是针对我了，都会什么伤害我啊？那这样的话呢，我可以预防，慢慢比如这个绕过去，我就是不更直接这样，明白吗？暴露一个范围，我跟自己有一个范围 ，OK， 他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我不是100%。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哈，而且这在的三位，比如说我妹妹、我妈妈还有我的表妹，他们都挺了解我，知道你刚刚说的，你能看出来有些人的他们的想法，真正的想法，也许他没有说出来，你能知道，我根本有时候感觉不出来他们的真正的想法，对，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你怎么去培养这种态度呢？就是不要那么愚蠢吧。就我觉得，也许我知道现在就挺愚蠢的。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澳洲长大的很多也是有这个，我觉得也许有这个问题。我在这个生活当中并不是待得很久，但是你看呢，当然呢定投了，好像要支持我的这个说法，因为他们确实是很单纯，有时候这个单纯里面很美好的，觉得哇很棒啊，那些年轻人那么善良，但是这个背后呢，想的太简单了，有时候。然后这个简单的太多了，然后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就是开始会就是开始不知所措。再加上呢，他觉得所以呢，这种呢，其实是你现在虽然是工作已经10年了，但是还是我觉得是这个你人生的经历来讲的话呢，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一个真正社会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培养的一个机会。你现在发现人的另一面 ，OK， 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慢慢的这个做法和说法和这个上面，你可以有你的角度的一个观察。这个不能说是佛教直接给你，这个就是佛教特别强调自己的思维和观察，明白吗？也许这就是佛法的建议。释迦牟尼佛都说，我该说的说了。你觉得值不值得接受？你自己去观察。佛陀这样说，但是有时候啊，你不太跟你相干的，完全没有关键的一个相干的，有时候你不要太多胡思乱想，不要作为自以为的这个聪明。其实我是经常这个有智慧的人和自以为的聪明是分开的。这一位聪明经常都是说动不动就是怀疑别人，他又是不是这样，那个是这样，明白吗？这个比较不好的就是一个表现。但是智慧呢，就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分析，看到这个高度 ，OK， 你能够掌握，但是不一定你达到。更多是注重防护。然后就是其他都有一些呢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你不计较。这就是我想问到的，就是这个问题的根子。你刚刚就说到了，就是对这个全面性的这个智慧，我觉得是很难达到的。我现在好像是从零开始，我感觉我虽然活了那么长时间，我感觉我刚才开始发现我的问题是相反的，跟你刚刚说的，就是对，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太美好了。对，所以现在我这个谈话当中，你好像有一点点有得到答案的感觉嘛？有。那虽然非常难达到，我觉得，但是至少我们有这种问题来问康普，也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生中的一些困难也认识到自己的一些缺陷还是什么的，我们才来问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也很好。对，确实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上课的时候也是你完全没有自己去阅读或思考，我说问，那你是空白的。
你现在自己虽然是很能表达，但是要表达的那个是真正的内心有一个开始在磨练，明白吗？就是真正要激发出，或者真正的，这是其实是你有问题，是等于是你在成长，你有反应，对这个社会和对这个人设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你开始有了反应，明白吗？我觉得这个成长非常的痛苦，因为我感觉我在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很强烈很大，好像我不想改，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但是老天是就拖着我，你一定要聪明点，你不能那么愚蠢啦，Vicky， 就是对，有点这种感觉。那还好，现在你们都了解佛法，开始用这个佛法的智慧去运用到这个工作上、生活上各方面。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们皈依，就是一起皈依堪布的时候，就其实我在想，万一我有什么事情我走了，你们已经皈依了三宝，而且有堪布在指导你们在学习什么的，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就很放心。我觉得好像比留给你们一大笔遗产还要珍贵。所以说呢，我希望你们呢，就是既然是进来了，就是我们要多花点时间，要打好基础。我觉得刚刚乐乐问的这个问题也是自己不够强大，你自己里面没有显出来这个你的力量，旁边人是很难受到感染的。如果你自己有一种力量，好像我学佛跟别人学佛之前这个变化很大，你们就会有一种感染力，人自然的他就会我要向乐乐学，我乐乐学了佛以后改变好大，我就会那个。我记得有一次妈妈从上海回来，外婆走的那一次，我回来了以后，婷婷那时候也在我们家，3个小孩每个人都在抢洗碗，我们家的家务都是不用我来做了，他们都抢着做，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学佛，就把以前的习惯都改了，大家都抢着做，所以我觉得那个气氛非常好，我觉得很开心。那时候你们因为可能康婷在那个气氛，我们那时候因为外婆示法给我们看了，她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了就是妈妈在苏州那个3个星期是很殊胜的，就是她那个就是用这种毅力，用佛法的毅力，也可以说是智慧，就是那对妈妈是很大的触动。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你们也跟我说，就是妈妈什么都好，就是有的时候脾气大。其实我内心那时候我很感触的，我就说我就暗暗的就想，那就从这个开始，就改脾气开始。佛法就是你学佛法一定要改嘛，你改习气就是学佛法。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把这个不好的习惯改了，就是我们的就在修行，就在学佛法。所以我把这个脾气改了，其实我觉得我改了几年，2个女儿都好像还挺满意的，是吧？是吗？所以我就从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我自己收获很大。那无论在工作上，无论在生活这方面，我就把这个改了。那个其实也是从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 energy level， 就是从我们的能量学的这个，其实学佛也是一个比如说你现在我们看到的电视这个媒体播放的都是在，比如说我们能量级是100到1000的话，我们现在每天收到的信息都是在200左右，媒体播放的都是200、180这样。你超过200、300的话，你300就是淡定就会
自在呀，就会400、500就会有爱呀，世界和平啊什么的，这种有这样的。那最高是什么呢？就是佛法的证悟。你证悟就是1000了，就是很高的那个能量。所以当你知道佛法有，如果你能够真正得到证悟的话，你有这样的高的能量的话，所以是唯一的，只有能追随佛法才能得到这样的高能量，才能离开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样的一个烦恼。其实刚才 Vicky 说的，他就是攀比啊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怎么说呢？有一种，你攀比没事，你就不要妒忌。比如说他比我好，我心里难过，其实这个就是佛法中你不可取的。如果你看了别人的东西，你没有什么我很自信，我看也可以，我不看可以。他比我好，我开心；他没有我好，我可能会帮帮他。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智慧去对待你，去这个 social media， 那就也没事。如果你看了以后很难过，哎呀，他有了我没有，那你这个其实对你自己是很不划算的，因为你花的时间太多了在那上面，而且会影响你的能量。你比较了以后你能量会下来。对，所以其实是说那个，对，其实这妈妈，我觉得刚刚呢，你们这个母女的这种透露出很自然的这种生活和这个感情，这个画面，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在这个频道上面就是能够讨论，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啊，这个是完全是珍贵，因为这个里面有真情和真话在里面。然后妈妈呢自己学佛，然后你们也带到佛法里面，其实是他觉得对他来讲的话呢，因为现在很多父母学佛，然后在心里也是这个孩子都 OK， 我送到这个哪一个教会学校，不学佛什么都就是无所谓，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你妈妈呢觉得也并不是说如果你们自己本身就是有其他的一些信仰或一个选择的话，妈妈可能不能逼你这样做，但是自然而然的情况下，你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学佛法很好。其实是妈妈知道对年轻人的生活和这个成长的佛法的重要性，明白吗？这是一个妈妈有这个认知。我也许就是讲道理的时候，就可能会就是不是说是妈妈懂多少，这个都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她的认知有非常正确的这个方面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他觉得就很重要，所以他刚刚也说了啊，就是送给你的这个最好的这个精神的财产，就是让你们带到佛法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嘛啊。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年轻需要佛法，佛法需要年轻。为什么要佛法需要年轻呢？因为年轻人再继续要传入到下一代，没有年轻是佛法是传不下去的。但是年轻人也需要佛法，如果没有佛法的生活，只有无知的，就是非常这种脑袋这种思想是非常狭隘，非常可能会容易的这个人生做到比较极端比较不好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内心上的智慧非常重要。换句话来讲的话，那佛法是一个很好的智慧。而且刚刚讲到这个花不花是安啦，其实这个我们正在学的入菩萨行论的下面有专门讲安忍和，所以这个安忍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安忍就是说忍辱嘛，不计较，就是那种就是不去计较，不带这不发脾气。其实最后呢，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自己。这个就是在吉田菩萨这个著作里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逻辑去就是说明了这个道理啊，并不是说是你不做这样你会下地狱，不是这样说的，明白吗？他用非常正确的非常客观的逻辑去讲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以后要慢慢能学到啊，就是所以今天就是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但没有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就谈到这样的就已经很好。有什么补充的或还有其他问题的可以问。还有5分钟左右啊，你说。就是前2天我们正好我跟我妈也在家里就是
就看了宗喀仁波切的一个演讲，在台湾，说的是那个题目是回归正常。Yeah. 然后宗喀仁波切他就说他其实整一个演讲，他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去能够觉知你当下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再开始他的一系列的演讲，然后就是他开始讲的时候，他也讲了他就是一些就是人都是在一个社会的一个限制底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限制。然后我就突然，然后应该这样说，然后我身边就是最近也有很多人在跟我抱怨很多事情，就是说不开心啊，然后说就工作很烦啊，不想工作，然后然后我姐也会跟我说，她说她很想买包啊，她不知道她要不要买。买什么？买包买就是购物买东西就 OK， 它也是一个习惯，就是 OK 一个习惯，就是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工作很晚啊，反正就基本上，然后我自己也有问题，就是我很喜欢刷手机，然后宗喀仁波切也在那个采访里，那个演讲里，他就说他去上厕所的时候，经常也会带着手机，然后我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是然后我就发现大家都就是非常想要去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就是他们想的东西或者做的东西，或者我一直在刷手机的这个行为是不好的，但是就是停止不了，然后我也就尝试了一下，就是宗喀仁波切说，就是觉知你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发现这个还挺有用的。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可能因为就是他说的这个限制，就是其实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是社会就是告诉你说你就是教导的我们，就是你毕业了，你就要找一份工作，然后你赚钱了，可能你就可以去很多消费啊，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习惯，但是我们没有是他教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但并不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在干什么事情。我就想问我这个理解对不对？Yeah， 你们认真听到，你不要看，我们下次可以看。That's all. And you don't need to meditate. There's sense of presence, being, but not lost. Be free, be present. Thank you very much. 这是那个门觉仁波切最近去那 TED 有一个美国非常国际著名的一个讲台，专门受邀请然后去讲的。然后他那个时候他手上的那个眼珠就掉下去，这个大钟前面的那个上面，然后就是他就讲了这个。其实你刚刚说的有点像，他就是说你就是知道你自己的当下嘛，你保持一个执念和简单的一个态度。你们知道刚刚他讲的意思吗？你也不自在，对，就自在，对，就是这个自在。但是自在并不是一般的自在，他说就是这个当下，你就仅仅就在，无论是你就手放下或举起或怎么样，就是你就是有一种政治正念，一种你就在这个状态，就刚刚宗喀仁波切的这个开始的内容，这个康廷说的其实是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这个他的话的段落呢，他真正的这个演讲呢，本来就是这个整个的怎么说，这个画面呢都的话的这个感受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现在自己也有一个，有时候呢，我现在讲佛法的时候，我的
挑战不在于我讲不出道理和深深的佛法，而且这个转换成很生活和简单是最难。因为什么呢？真正的道理好像在简单里面。最深的道理在简单里面，所以我们一直忽略简单的那个状态。所以当做meditation或什么的时候，必须想到刚刚说的这个寺庙或者法座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框架，特殊的一个意识状态。但是实际上是就是简单，无论是修行、生活融入，其实是简单非常重要。但如果你想的太简单也不行啊。不是想的简单，明白吗？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对，不是说想的简单，我的意思就是那个简单里面有一个精髓的东西。明白吗？你简单里面能有发现到，我说就是这样，原来是这么简单。其实大圆满教法里面说，因为大圆满的最至高的智慧是因为太简单了，所以你就永远忽略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是不是就像我在刷手机，我知道了我在刷手机，然后我自己也知道这不好，然后其实它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了嘛。你知道，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一个有些呢这种改变的话，需要改变一个习惯的话，也并不是说是没有一个条件的，知道吗？但是呢，一开始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啊，你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时候的你的知道，和当你所作所为自然你知道的那个自然是品质不一样的。对，是那的不同品质的两个东西。一个是真的充满能量的一个，就像一行禅师啊，他们叫这个行禅啊，明白吗？以前的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禅宗的一个禅师，他们喝茶就是茶禅，明白吗？我们也品茶，他们也茶的禅，禅店的禅，茶禅。禅就还是看起来一样，就不一样。对。所以呢，其实是这种因为这个无论是购物啊各方面的一些上瘾的这种习惯，其实是要改变的。那它就是需要一个是智慧，就是像有一些佛法里面真的是这种，因为你慢慢观察的话呢，其实是为什么你上瘾购物，有时候是缺乏安全感。明白吗？哎呀，所以就是你要有这样的，或就是先要这个要证明自己怎么样，或者有一个空虚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要用这些东西来，就是要满足你，或者有些你内心的一些怎么说，这种就是暂时就是不想让自己发现，或不想用正确的方式去改变，一定有一个背后有不太正确的一些理由的。所以当你这个政治正念的正确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内心他自己本然的状态在流转，所以呢那些习气可能会变得比较弱，所以这种习气的反应的这些东西自然就是可能会降低了。就是用佛法的这个智慧来说，就是把生活就看得简单了嘛。比如说我们生活就是衣食住行够了就够了，比如说不会再去追求更多的更大的或者怎么样，不停的去改变，那就是会有一种烦恼啊怎么样就产生。比如说我们如果觉得用佛法的这智慧说我足够了，我 enough is enough， 我就满足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真的是比如说你这个一些人生的
到了比如说一定的一个年龄后，我不追求这个外面的东西，我要平淡淡的，就是要过这个内在的，然后我再不追求，就足够就好了。这也是一个修行，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我们不能一开始这样要求。That's right. 那怎么办呢？至少你可能你的这个衣柜里面有多少件衣服，你自己都数不清，或者根本忘记你有买过这个东西。但是网上看到之后，你真的要那个是没有正确的目标的，没有任何比较的出来的，或者是需求的，好像要拼着更高，这个不一样。但是你现在一些做的话，有些条件真的有一点点不够，我想好一点点，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虽然是实入的，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合理的一个范围。但是现在很多的这种购物啊，这些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但是一个症状而已，明白吗？那些呢，就是跟知不知足根本没有关系，反而呢就是一个浪费而已嘛。所以这种两个层面要分好。对，因为如果你说你叫我以后不要再去，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爱美的一个女孩子，你叫我不化妆不买奢侈，我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奢侈了，但是你叫我完全像你这样子嘛，是不太可能的，我觉得。所以呢，我完全支持，你也妈妈也不能要求两个孩子，你们现在就是要这个要化妆，这个就是要简简单单，这个是真的不适合的。这样的话呢，就算他们听你的话，他们的身边的人会开始真的会害怕佛法，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佛法确实要有一个生活化，所谓的生活化就是基本生活，年轻人该有的这些是可以的。宗喀仁波切为什么经常就是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打扮，甚至他自己都会开始会这个用那个叫什么口红的，他不是故意，他是故意就是这边他那个用一个口红，然后就是逛街头看一看，拍个照片发给大家。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有些人呢，真的他很喜欢这样做，但是他会偷偷摸摸做。宗喀仁波切根本不是要这个，但是他故意这样做，意思是什么呢？你擦不擦口红不是关键，要告诉这个道理，明白吗？擦口红也 OK， 不擦口红也 OK。这个形象上的一个东西，并不是佛法的终极目标，所以也暗示说，年轻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方式的生活，但是内心不要离开佛法。因为仁波切是我的上师嘛，我也就是经常的对仁波切的所有的这个一些做法都有，不是故意用那个清净观去这个，但是自然而然，我觉得仁波切的这些都是一个智慧的开始。所以你们一定要保持这个现在一样的这个年轻啊，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完全要在就是20年30年都一样现在的年龄一样的话，完全是我作为你们的师父，也就是完全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明白吗？所以不能忽略身体，也不能忽略这个外在的这个现象。其实有时候你工作上很有主动，很年轻，其实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这个圈子我可以加入，我愿意加入。现在的人很现实的，大家有这方面就是可以完全按你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然后就是用佛法的智慧，我觉得这样很好。堪布讲的真的就是受益匪浅，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今天真的很感恩。堪布今天非常圆满，然后也希望，然后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就是刚刚学佛的，就是年轻人，然后就是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佛法，对，用佛法的智慧来生活。对，所以呢，我也就是这里，就是也所有的这个怎么说，我们这个荣增佛教频道的这个
观众啊，尤其是这个年轻人，真的这个佛法当中，就是没有说是绝对一个单一的一个标准来怎么说画一个圈圈，然后就是你必须要在这里。所以呢，这个佛法呢，就是完全你可以自在的，就是融入你自己的生活啊，这个是非常好的。那尤其是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疫情啊、战争啊，这个世界啊，然后这种，所以就自然而然呢，因为这个佛法里面叫缘起，某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难免影响到整个的地球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我们就是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的挑战。那挑战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这个要面对未来的就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真正的要面对未来的时候的一个支撑，其实信仰。那这个信仰当中，这个佛法的智慧呢，作为我们当然是一个佛弟子和佛法必经的一个人来讲的话，就是觉得我们就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撑。所以呢，大家就是要好好的学习佛法。阿弥陀佛。谢谢康普，谢谢康普。哎呀。